后来，过来是花莲，昨发生一件乌食乌的抢案。一个女车手去摕刚诈骗的钱350万，结果拄到3个歹徒野枪威胁，甲钱抢去。讲这3个嫌犯塞车，为花莲一路搬山过岭，跨过中环，走到南投的草屯。花莲的警方是一路入，这个过程是惊险万分。嫌犯的车，搁差一点弄到警察。警察尾也不得已开2枪，有抓到一个，其他2个也是互因走去。黑色轿车切到白色轿车头前，挡住伊的去路，2个员警冲落车，另外一个员警为边仔走出来，包围白色轿车。白车驾驶无停车，倒滑驶到边的空地啊，其中一个员警走过驾驶座这边想要抓人，结果对方雄驶倒退，险险的将这个员警弄倒在地。徛在路边的女警看情况危急，也底层出来开2枪，对方有缘驶车逃走。这个车驶到这个路口，弄到电火条了，警方赶到现场，车顶有3个嫌犯，走2个去，抓到一个。我听到车弄到迄电火条声，安尼啊。警方伫车顶抄到1粒枪支，也有毒品，抓到这个嫌犯乘以妨害公务甲毒品的罪嫌以上。抓人是来自花莲的警方，为花莲到南投的草屯，是因为这3个嫌犯为花莲砸计程车了后，佫野枪逼司机开门，结果将坐伫车顶这个姓杨的小姐现金350万块抢去。这个姓杨的小姐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350万是诈骗被害人得来，伊被人乌食乌。警方表示讲，这3名嫌犯抢到钱了后，就驶车一直走，为花莲行中环搬山过岭，走到南投的草屯，原警开枪，伊佫拒绝逮捕，一直到弄到电火条啊，车歹去，其中一个嫌犯则被抓到，有2个好走去，警方正出动警网伫围捕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